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发生着凶杀案。这个30岁的家友周林林咧，生伫个公勇路的高架桥骹，抓迄个家尸来讲一个家友的头壳，当场就甲人讲死咯。所落来，佫走到西市场，牙棍啊喊一个进前甲伊起过口角的家友，甲人喊甲重伤。这个嫌犯第一时间互警察抓起来时阵，情绪还佫真激动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凶手甲这两个被害人拢是家友，互相有熟识。因为进前双方有争打，所以无排除是为着要报鸟鼠仔湾，酒后失控，甲人拍死。穿雨衫的查甫人一路咧叫被害人，被害人的后生调壁咧阻挡，然后警方接到通报，赶紧赶到现场。说什么动啊！我是挂大位啊！身材真老的查甫人，互警方压制，因为涉嫌杀两个人，而且双方拢熟识。命案的现场，屏东公勇路边啊，代替高架桥骹有一堆酒干啊和衫裤。昨暗时7点外，姓陈的30岁嫌犯来到这提器具，对69岁姓李的家友的头壳直直讲，造成伊送病院了后夭是死亡。拢固定训练啊，来到地针对伊甲拍。嫌犯犯案了后，搁到西市场提棍啊拍另外一位62岁姓张的查甫人，拍到伊受伤送病院抢救。嫌犯同带转来警察局了后，情绪真激动。经调查两件攻击事件，无排除是过去去冤册，才伫啉酒了后共拍。死者也是街友，他们在一起的话，难免会有一些纠纷。伤者他是一位从事这个冷气维修工作的人员哦，那他可能有去影响到人家的工作，所以可能也是有一些口角纠纷。犯案的姓陈的嫌犯嘛是家友，伫啉酒了后闹事工伤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专案嘛照杀人罪移送法办。